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一句俗语讲：假话会假，若假面会减。意思是讲，洋人传话一般拢会加讲一寡有诶无诶、有空无顺的。若是假放物件，可能会互人卡油，物件就会减去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读做减，加减的减，读高减减。第二条，减的意思就是变少降低，咱讲减少减去。若是讲一个人生活真欠，无啥开销，咱讲伊足减省。若食较少的，咱讲是减食。减肥，互体重变较轻的，古早讲减重；若减小寡，咱讲是减寡；若颠倒变的词，就是加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加减，会当讲是增加和减少，嘛会当讲是代志无道理，或者是足凊彩。咱讲加减嘛好，也就是凊彩有无拢好。第二个词读做偷工减料，意思就是无照生产或者是工程的规定，甲品质用量照步来，减量停数或者是减料，代表讲一个人做代志无照起工，偷食步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做工程一定爱有良心，爱照起工，唔通偷工减料。想讲加减赚到偌济就算偌济。若是讲发生意外去害到别人，赚搁较济钱，嘛无法度挽回，安尼良心就袂得过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减，提供互观众朋友来参考。